疫情的期间，到宜兰太平山的游客是减真多，嘛，互一寡本地真歹看到的野生动物走出来热骚。就有一只台湾的山羊马啊，暗时啊走出来，离蹦蹦这个车头，踏入这个粪扫桶的面顶咧食面顶的树叶啊，互工作人员来发现。啊，这个山羊马啊，掠工作人员紧紧看滚啊秒，刷落跳入去草埔走去了。太平山庄的经理，经理讲，应该是园区内底电火声到这个山羊马来车头找食。去年慢慢发现这个山羊马啊，就走出来这个步道咧食树叶啊。即摆佫看到野生的山羊马啊，咧食宵夜的可爱的模样，互工作人员是真惊喜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